微微1、2、3、4，微微1、2、3。郑老师，9号，9号手握，9号，微微1、2、3。向你这边平安，时间1分1秒伫过，咱新的年才拄啊过吼，过了年又安得要到。咱甲主的结连是逐分逐秒都伫结连，逐分逐秒咱都伫学乐甲敬拜，真欢喜。咱甲这个早起伫主日谈到圣殿来，咱来串联207首，这是光明的日。第一节，这是光明的日，光明大大笃现，请咱注意，大概这2字，光明大大笃现 ，OK。咱来吟第1节甲第5节。这是光明的日，光明大大笃现，我心望求你照光，永远做你圣殿。这是国我的日，叫做是阮家。
今日予我过往。这个所在应该有减一字吼，嘿，恳求圣神叫醒还是提醒？吼，应该有减一字啦吼。我想这是减一字，咱的圣诗内面吼，这7字呢，这个7字呢，应该还阁加一字吼。恳求圣神叫醒我心，好无？咱就家己唱叫。因为减一字，无甲遐你所会斗袂好势，吼。好，来第5节，咱搁唱一遍，叫醒我心。这是讲我的情，叫做是阮结伴，恳求相信叫醒我心，今日予我过往。好，咱过来看462首。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咱吟第1节就好。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奥妙圣经铭记，无人捌主，互人知罪，恩典明明之时，教咱捌主旨，诚心来服侍伊，上帝的话。活命的话，智慧奥妙极大。上帝的话，活命的话，带咱伫到永远。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摆热我的心，往你的圣殿来敬拜。请咱三甲来吟圣诗207首，圣诗207首，这是光明的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光明的日，光明大大都现，我心安，求你照光，永远做你圣殿。这是安息的日，安慰劳苦艰难，心心也身心困乱哟，求主扶持帮助。这是平安的日，平安满我心灵，我烦恼已经消磨，困境也拢平静。这是基督的日，求主降临出现，帮助我心恩地找出，何对甲披萨勒。这是国外的日，求主是阮家大。恳求诚心求亲我心，今日予我过活。阿门。请咱议员徛伫，咱三甲来共读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个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5篇，圣诗后面，启应文第5篇。请咱三个来启应。这个天讲起上帝的荣光，这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情变伫天下。上帝伫因中间为着日头安置帐篷。也亲像冥勇的人欢喜走伊的路，射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照全，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示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最最好金，较通幸福。各你的奴仆对这个受警戒。治水话知伊会失错啊！
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摇花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以上愿上帝通过伊的话赐福伫咱，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阮的天父，搁听羊群的大牧者，感谢俄罗你，你做阮的保护甲引带，搁赏赐阮教业，互阮永远无欠缺。虽然阮行伫黑暗中，你用听做光灯来带阮。阮要跟对你的引带，阮要尽一世人服侍你。阮要学了你。尽阮一切气力，阮要尊重你，伫阮一切所做。阮虽然时常迷路，主你用温柔来牵阮的手，引带阮到活命的水泉，互阮安息伫你。你还阁调阮向前享受你的活命恩典。主啊，阮要起来。应答你的呼召，阮要向前奉献一切，阮的确要忠诚、勇敢、壮大，为着荣耀主来活。主啊，伫新历年过了无偌久的时阵，旧历年也随时就到。对这个事实，互阮知影，你所赏赐阮伫世间的日子，是一分一秒得过。一刻都无停留，对安尼，互阮得到提醒甲警醒。在阮回应你的呼召着及时，阮献身着及时，阮奉献着及时，阮做工着及时，互阮通得到你所应允迄个永远荣耀的冕旒。阮三甲同心伫你的面前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俄罗圣歌对所要俄罗的诗歌是为着主的荣耀。
当我活为了荣耀主来活，就是基督徒一生的使命。请咱来看圣经，记载伫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7节。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7节，伫周报后面有登录。第3章第1节，耶和华上帝所造山野一切画面，蛇是比因较干巧。蛇对妇人讲：上帝敢有影讲园内一切树，恁拢毋通食嘛？妇人对蛇讲：园内树里的果子，阮毋通食，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上帝捌讲，恁毋通食伊，也毋通摸，惊了会死。蛇对妇人讲：恁无的确会死，因为上帝知，恁食的日，恁的目睭就会开，恁要亲像上帝会分别好歹。妇人看迄丛树好食，也教目，搁迄丛树是通khiến募，互人有智慧。就挽伊的果子食伊，煞互伊的丈夫，伊也食伊。因两人的目睭就开，才知影是烫白体，就便无花果叶为家己做裙。讲道，请黄牧师，伊的题目是摆脱谎言，走向上帝。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主耶稣伫阮内面伫活，阮即时通活着，为着荣耀主你的名来活。感谢主，你互阮每一天拢会当经历主你的救赎，经历主你奇妙的创造，经历主你奇妙伫阮内面。每一天拢会当经历国活这项代志，阮向你献上感谢。恳求主你圣神今仔日，也由阮透过你圣的话语，互阮的性命，搁一摆，搁较定军伫你的内面。阮安尼祈祷仰望是奉互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拄则咱师会为长老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大家拢真熟的一段经文。总是有时啊，阮会感觉讲，对伫真熟的一段经文，可能会感觉会忽略，就安尼读过，就讲啊，这段就是安尼嘛。吼，我已经一世人安尼读这段经文读几啊摆，啊，就是安尼，无啥物，应该无啥物特别爱讲的，也无啥物特别爱听的。总是上帝话语是活的，毋是死的。上帝话语是活的，伊会带互咱逐摆在看同款的经文的时阵，也有无共款的亮光，所以咱今仔日就来做伙，搁一遍来看这段大家拢真熟的经文，看上帝咧透过这段经文甲咱讲什么。咱首先来看第3章这段经文第1节，第1节讲耶和华上帝所造山野一切画面，蛇是比因较干巧。才讲蛇比山野一切画面搁较干巧，所以干巧就是咱对蛇的第一个印象。可能无信主的人无即个印象，总是咱基督徒，咱一看到掀开圣经第1章创世纪，读到第3章的时阵，蛇是干巧的。所以干巧是咱对蛇的第一个印象。即款的印象，互人感觉蛇实在真讨厌，一定是真讨厌。咱拢尽量莫去接触干巧的人，因为惊了家己会吃亏。除非咱家己本身嘛是属伫即种干巧的人，若是伫工作顶面无法度避免甲遮个人来接触，咱就爱较细致。总是咱对即段经文的印象，就是夏娃伫即方面的境界有较差。咱来看夏娃的反应。咱来看夏娃甲蛇的这段对话，就是第1节到第3节。佫讲蛇就对妇人人讲：
上帝敢有影讲园内一切树恁拢毋通食吗？负心人对蛇讲：园内树年的果子阮通食，只有园的中央迄丛树的果子，上帝捌讲恁毋通食，也毋通摸，行了会死。这个干巧的蛇一开喙吼，果然互这个负心人产生困扰。上帝敢有影安尼讲？上帝敢有影安尼讲？你有确定吗？你所听了有确实吗？上帝是安怎讲的？上帝原本对亚当所讲的这段话的原本是伫咧记载伫第2章16节到17节，遐讲耶和华上帝吩咐迄人讲：园内逐棵树的果子，恁拢会当凊彩摕来食。总是分别好歹的树的迄丛果子，伊的果子毋通食，因为食的日子你的确会死。原本是一个连想拢毋免想，就爱顺服，真简单、真清楚的命令。结果吼，夏娃互干巧的这个蛇一问，原本是真清楚、真简单、真正确的。开始感觉，敢若无遐尼确定呢。伊感觉这个禁止，上帝所禁止的这项代志，敢若会当参详，敢若是会当讨论的哦。我想，咱定定也有即种情形，当有一个人一项代志，咱伫咱的内心真确定的时阵，若有人甲咱反问一下，敢有影？敢有影？你有确定吗？无遐尼确定啊，夏娃无遐尼确定啊。蛇进一步，佫讲，第4节、第5节佫讲，恁无的确会死哦，因为上帝知恁食的日子，恁的目睭就会开，恁要亲像上帝，会当分别好歹。这条蛇实在是真干巧，无毋对啦。首先，伊将上帝原本真确定的意思，你的确会死。将伊讲啊无明，讲恁无的确会死。对这点，伊将确实爱顺服变做通讲条件。蛇佫继续讲，食了后通亲像上帝。你食了后，你会亲像上帝，亲像上帝敢毋好？亲像上帝毋好吗？咱做基督徒，毋是常常在讲，咱人是照上帝形象所做的，咱也常常在讲，咱着要学习基督，亲像基督。所以亲像上帝、亲像基督，敢毋好？好毋好？即款的话，互人敢有人会反对？无嘛，雄雄听起来无毋对啊，雄雄听起来实在是一点仔问题都无呢。总是夏娃的内心已经开始动摇。已经受到迷惑啊！第6节，负心人看迄丛树，就讲看迄丛树，哇，好食，阁较肉，真水。愈看愈去伊去摕来食。迄丛树是通形模，互人有智慧，就反因的果子食伊，煞互伊的丈夫亚当也食伊。果然，这条蛇比山野一切画面较干巧。伊毋但互亚当夏娃这对人类的始祖违背上帝，阁互所有人类拢受到罪恶的辖制。原本一切拢是遐尼好的世界，原本一切是上帝看做是好的创造，就安尼就互一条蛇来拢破坏，来糟蹋。我想讲到这，大家想讲啊，就嘿啊，这段经文就是安尼啊，安尼咱结束啊，礼拜结束，咱来转去。以上是咱一般对这段经文的看法。侪人看到这段经文，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上帝是安怎野鸡哦？伊莫创造迄个蛇出来，毋就无代志啊？上帝若无创造蛇，毋就天下太平、万事如意吗？上做咱爱知影，
即阵咱咧读创世纪的读经正道的时阵，咱知影咱读到第1章的时阵，就是上帝创造天地第6天，遐有讲上帝讲，地上着生有活命的动物，照伊的类，情生通拖得白的动物，地上的走兽照伊的类，代志就安尼完成。上帝看伊是好。地上的通拖，包括蛇嘛。上帝创造蛇，看伊是好。上帝标准是在互人学伫接受。上帝他会看蛇是好咧，上帝他会将干巧即项代志看做是好。咱先暂时脱离即段经文来看创世纪是安怎来的。创世纪的即本册，简单来讲是一本回忆录。而且是真久长的回忆录。伫创世起头无任何的文字记载，所发生的代志就是用口传，用嘴安尼讲的，一代一代安尼讲，安尼传落去。上侪就是用一寡当时的人才会看有的，才一寡画图，用画的安尼记载留落来。一般圣经学者认定创世纪是摩西的作品。对列祖就安尼传落来、讲落来，当然也包括圣神对摩西的启示。摩西就安尼完成创世纪这本册，然后伫历代圣经学者伫抄写的过程，伫旧约历史遮尔久长的时间内面，因为圣经学者就是咱讲文士，因伫抄写圣经的过程的中间。也加减会加添一寡因的判断甲看法，譬如讲，某一天牧师若死去，咱拢知影个别礼拜停书单内面有啥物个人律例。譬如讲，头一天牧师死啊，我的囡仔伫写我的个人律例的时阵，会安怎？一定会加减加添一寡因对我的。我是安怎会做即项代志，讲即个话，因一定会去想，会去判断，用因对我的认捌来去判断，妈妈当初是啥物动机，是啥物想法，才会去做即项代志，还是讲遐个话。总是因所写的遐个个人律例的内容，因对我的想法甲判断，敢会100%。和我的想法、动机完全同款，无拄拄啦，无拄拄。所以因伫加减会加添家己主观的判断，将对我的看法写入去。所以咱讲转来看这段经文，干巧的这个希伯来文，其实伊原本是一个真中性的词汇。就亲像咱伫咧读四福音书内面有耶稣有讲一寡譬如酵母感酵，就是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那个酵，安尼听起来敢若酵是一个毋好的物件，总是毋是。甲母迄个字嘛是中性，看你要用伫倒一个方面。干巧即个希伯来文也是用伫正面的表达。若是用伫正面的表达，伊的意思其实是聪明、通达、灵巧。聪明、通达、灵巧，这个意思，袂歹嘛？不错吧？聪明、通达又灵巧，很赞啊！这样子的特质非常的好。会翻译最干巧，不过就是。后代的经学教师在处理这段经文的时阵，因将因对蛇的印象判断写入去，所以因会讲蛇是比山野一切活物搁较干巧。总是咱来用上帝原本创造蛇看伊是好的这个意思来看这段经文，咱的解说。我们讲说我们的成见，把我们的成见拿掉的时候，可能就有真大的无共款。只是咱就用较中立的眼光来看这段经文。第1节，咱搁倒头来看，蛇对父神人讲：上帝敢有影讲，园内一切树恁拢毋通食吗？
拄则讲，原本即个命令是一确定，总是互蛇变甲无遐尔确定。上帝敢有影安尼讲？咱注意来看哦，蛇即句话敢有无毋对？蛇即句话其实无毋对呢，伊不过是咧提醒夏娃，你有确定吗？你是毋是有确定上帝有影安尼讲？伊爱夏娃想清楚，你家己心内了定哦。上帝到底伊所讲的是甚物？总是咱继续来看夏娃安怎回应。夏娃讲：园内树叶的果子，阮通食；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上帝捌讲，恁毋通食，也毋通摸，行了会死。这是夏娃讲的，毋是蛇讲的哦。夏娃讲：恁毋通食，也毋通摸，行了会死。所以对夏娃所讲的话，就会当验断伊的错误。伊讲园中迄丛树的果子毋通食，也毋通摸。上帝敢有讲毋通摸？上帝只有讲毋通食，伊也无讲毋通摸啊，无嘛。夏娃佫继续讲，行了会死。上帝毋若将上帝无讲的代志，上帝就无讲毋通摸啊，伊就讲夸大其词，毋通摸是夏娃家己讲的。然后佫讲，的确会死，夏娃就应蛇的话安尼讲，对蛇安尼讲，行了会死，就是将迄句真肯定的话变甲会当讲条件。行了会死，就是无一定会死啦。上帝命令伫夏娃的心中已经无明，无遐尼确定。咱伫马太福音书第5章，耶稣有讲，是就是讲是就是是，毋是就讲毋是。那佫讲落去，就是出伫迄个歹。伫路加福音佫讲，心内所充满的，对喙就讲出来。所以夏娃将上帝命令放大解说，袂输是伫咧讲，你看，其实我真委屈的，我要替上帝管理，替夏娃，替亚当做伙来管理遮个园，食到已经袂通食，袂使食，即马连摸就袂摸着，食就袂使食，连摸就袂通摸，袂使摸，我是要安怎管理？对即点，伊感觉伊会当对即点会当含上帝讲条件，因为安尼，迄个食了的确会死的结果就变做无一定会死。夏娃伫即时来凸显他的委屈，他的无奈啊。当我们在凸显一些委屈甲无奈的时阵，其实咱想要听到的回应是甚物？咱所听到的话，咱在分享咱的委屈甲无奈的时阵，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咱真期待别人会对咱讲什么？嘿，那就是安尼啦。哦，你实在遮尔啊委屈，对无？咱拢期待听到即款话，所以蛇就亲像是放伫夏娃面头前的一面镜，而且佫是照妖镜。当夏娃的内心开始动摇，伊感觉上帝命令会当参详，伊感觉上帝所允准的范围会当扩大。既然园内所有的果子拢会当食，敢有差迄丛？100丛的树的果子拢会当食，敢有差迄丛树袂当食？除了遮个，伊也忽略上帝调伊的积分。上帝主要调伊甲帮赞亚当。来协助亚当来做伙管理埃甸乐园，总是伫伊内心动摇的即个时阵，伊就无法度专心抵御伊的呼召，伊就开始想空想芳，开始想家己的利益，开始想家己的损失是甚物。因若亲像是伫听候一个会当证明家己所想的是对的即个机会。他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什么？等待一个可以，他心里面正在盘算一件事情，他在等待一个机会，是可以证明他所盘算的是行得通的，
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怎会出现，互夏娃摇动的心，就亲像吃了定心丸安尼共款，结果事就这么成了。夏娃其实心里也有充满疑惑，但是碰到了蛇这么一来，哇，没错，本来还怀疑的，结果完全一点都不怀疑。对于新冠肺炎的疫情开始延烧的时阵，确诊隔离这项代志，已经是大家拢真详细知的命令。从2021年开始。好，2021年我们经历了3级警戒，对迄点开始，大家对确诊隔离，政府安怎规定，咱就安怎来照安尼去行，咱拢真照规定安尼去行，真注意。总是到伫现在2年外的时间过去，确诊隔离的这个代志已经开始有人感觉确诊，我莫讲，迄就是讲，我有症状出来啊，症头出来，我莫去快筛，因为一筛就有事，没筛没事，一筛就有事。然后呢，确诊又不想通报，因为一讲落去就失去自由，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变啊真麻烦。是安怎2年前袂感觉安尼？因为现在，特别是现在，大家拢会当四过出佚佗啊。现在已经几乎恢复正常生活了，所以咱若是有一寡和2年前比起来，即摆若有一寡镜头出现，咱拢无想要去插。内心也会挣扎，加减会想讲，啊，敢着快筛？即时若边仔拄好有人在讲吼，啊，毋免筛啊啦。毋免啊啦，免遐麻烦啦，照起工去工作啦，照起工去佚佗啦，毋免遐尔顶真啦。若是边仔拄好有人安尼讲，会快筛袂？可能伊就袂快筛啊。啊对啦，无有影啦，一筛吼就有代志，真麻烦。反正现在黑数这么多，吼也无差我一个。无差我一个，就当做一般感冒安尼就好啊。虽然有死命，就亲像蛇对夏娃讲，第4节、第5节，恁无的确会死，因为上帝知恁食的日，恁的目睭就会开，恁要亲像上帝会分别好歹。无毋对，无的确会死，无快筛，无通报，也可能袂安怎。因为咱家己会当判断好歹，会当将所有的一切控制甲真好势。所以，当咱将所有的责任拢如何抓的时阵，当咱确认抓就是上干巧的画面的时阵，其实咱捌想过无？其实干巧是咱家己呢，真正干巧是家己呢。抓不过是将咱内心的迄个想法反映出来。蛇只是把我们内心那个其实自己还弄不清楚的状态显明出来而已。对于当在想要减肥的人，我们现在很多都在健身嘛，强调健身。当在准备，迄只是讲已经在减肥、控制伊的啉食的人来讲，有时因可能伫这个过程真艰苦要。减肥的这个过程真艰苦的过程来讲，伊会听候一个，互家己会当暂时脱离限制的机会。譬如讲最近尾牙很多嘛，足侪场拢真好食好料。你若当在减肥，正在限制你的饮食的时候，讲哎不要紧啦，无差一顿啦，食了搁减啦，哦安尼一个巴掌拍不响嘛。2个就拄好，噗仔声就出来啊！好，来去食。伫学校对伫想要作弊的学生，迄则是讲伫咧职场想要走后门的人，伊可能也伫听候一个会当互家己照安尼去行的机会。
对伫有满目委屈的人来讲，伊可能也在等候一个会当发生地的机会。伫表面上，咱可能看起来拢真好势，拢控制啊真妥当，拢无代志，看起来拢无啥代志，真正常。其实有时咱内心早就已经暗潮汹涌啊。其实咱的内心早就已经有做的想法，迄种白贼想要欺骗上帝啊，欺骗家己的物件，一直在教。总是咱若未碰到迄个机会的时阵，咱拢家己骗家己讲，应该袂啦。我若拄着迄个代志吼，我就袂安尼做。总是拄着吼，拄着才知影啦，拄着就知影。最近伫教会界有一个真大的消息，就是一起发光的即个团体。大家拢讲一起发光是教会，总是牧师对牧师来讲，因可能无算讲已经无叫做教会啊。所以牧师讲一起发光的即个团体，一起发光的即个团体已经互侪侪教会扫到风台尾，也互侪侪基督徒扫到风台尾，毋知要安怎解说。伊碰到人，大家就会问讲：啊，你基督徒哪会安尼啊？啊，恁教会敢会安尼？哪会遮乱？恁基督徒的教会哪会遮乱？所以有诶会友就感觉毋知要安怎解说，总是伫遮尔看起来遮尔无见证的即个情形，却会当互所有的教会有一个机会。啥物机会？即个机会有两种哦。因为可能有的教会就真意爱迄种的，就拄好互恁碰到一个机会啊，对啊，就是安尼嘛。啊，教会财务毋免遐清楚啦，啊，就是安尼就对啊啦。相信的还是很相信，无毋对嘛吼。啊，总是咱有一个机会，一个真正确的机会是啥物？虽然看起来遮尔啊无见证，总是互咱教会有一个机会来检验家己所做是毋是有应承一言啊。趁即个机会，咱会当来检讨、来检验家己是毋是像因安尼，啊是毋是像因安尼？咱是属伫倒一种？我想事实胜于雄辩，咱无需要因为一起发光的即个事件，感觉真见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福音本是上帝大气力，咱的心中若是了定，若是清楚明白，就袂也无应该受到动摇。今年的圣诞舞会，咱各团契有表演一寡节目。伫青少年团契因所演的戏剧内面有一个角色，迄个角色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即个妈妈呢，已经无了解囡仔的需要，也真无信心囡仔伊所讲的遐个话。拄好慈爱就是牧师的细囝，拄好慈爱就是扮迄个囡仔的角色。慈爱就是扮迄个无互妈妈信心，也定定互妈妈臭骂的迄个角色。迄暗规个活动拢结束，伊转去，因为牧师确诊嘛，居隔嘛吼，所以无闲了，因暗时转去了后，慈爱就对个私底下对我讲：妈妈，其实吼原本吼，伊含姐姐有参详啦。参详讲哦，等迄个因迄个青少年团契节目搬了的迄当阵哦，因爱跟大家解说是讲，我的妈妈毋是安尼啦吼，你莫安尼照安尼去对号入座安尼去想啦吼。伊讲总是迄个节目在搬的过程的中间有淡薄仔乱，所以节目结束了，伊嘛袂记即项代志安尼啦吼。即两位姊妹啊，实在足贴心的啦吼，足贴心的，我就讲。啊嘛袂要紧啦，你毋免安尼啦，吼！我是啥物款的妈妈，阮家己知影，吼，阮家己知影，毋免特别去解说啦，吼，毋免特别去解说。我讲，我袂去对号入座啦，无需要可能产生可能的一寡误会去做解说安尼。我想无论是戏剧还是正式的生活，咱加减拢会听到一寡夸大不实的言论。三不五时啊，上多就是即款，就是碰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即种情形，然后咧
听讲，敢若是在讲我呢，就家己去对号入座然后就见笑起屁面安尼。你哪会当安尼讲？你再讲就是讲我就知影吼，你就对我正经就看我不满啦，所以吼你就安尼讲，哇，安尼就实在是回袂清楚啊。咱若家己心头若掠好定的时阵，咱家己若有真确定、真清楚，其实就袂动摇啦。听就过啊，迄嘛毋是咧讲我啊，除非你家己真正你有安尼，真正可能你有淡薄仔安尼想，你也有淡薄仔安尼认定家己是迄种人，可能就会安怎见笑转生气。可能就会见笑转生气，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可能也是一面镜子，是袂当将咱内心的迄个无确定的物件安尼揪出来。夏娃的心若是有确定，太会互蛇来影响嘞，对无？夏娃的心若是确定，当蛇安尼讲，你无的确会死，一定会讲无啦。上帝就是讲会死就会死啦。夏娃若是我是夏娃，我可能就会安尼应啊，安尼应迄个蛇，后面的对话就都没有了嘛。就是夏娃的心若是有确定，太会互蛇来影响咧。就算讲伊有开始淡薄仔动摇，也应该直接去向上帝来问个清楚，创个明白。毋是就照安尼讲话讲啊，就好啦，我就慢来食，敢若袂歹安尼应该我是讲的，安尼我想的，安尼是对，连蛇就好像连蛇都同意我这样做。应该直接去向上帝问清楚、创明白，毋是出在家己陷落伫迄种引诱的内面。伊果然受到引诱啊！第60，负心人看迄丛树好食，阁较肉。迄丛树是通行无，互人有智慧，就挽伊的果子来食，煞互伊的丈夫食，丈夫也食。阿东他也没有。可能咱会讲，这阿东互夏娃害着啊。总是即句话是上帝亲自直接对阿东讲的。阿东毋知吗？当然嘛知啊，嘛是共款啊，意思共款啊。不要推卸责任，咱不要推卸责任。第70讲，因两人的目睭就开，实知因是烫目体。就挽有花果树的叶为家己做裙遮丑，因计是家己会当控制角色的迄个白插，伊心内迄个白插，伫亚当夏娃的心中果然最王掌权啊，掌权。那个谎言果然伫亚当夏娃的心中最王掌权。即个伫因心中总是伫因心中最王的即个白插，毋但无法度甲因保护，阁互亚当夏娃感觉真见笑，因着紧挽迄个无花果树的叶仔，想讲会当压榨家己的见笑，压榨家己无顺服上帝迄个见笑。如果要让人没有办法继续吹牛啊，就是把牛皮戳破嘛，就像吹气球啊，滚那个气球，你不要让吹越吹越大的时候，你给它戳破，它就吹不起来了。上帝在这个时候就戳破了，不多久，上帝就戳破了亚当夏娃的谎言，而且上帝还给他们换了一块上好的遮羞布。对这点来看，上帝实在真疼因啊。上帝还是爱他们，上帝还是怜悯他们的。耶稣的降生也是安尼，耶稣互所有人拢看清楚，所有亲像希律王想要挽靠家己的关系，最后的下场也不过是空虚的空虚。耶稣的降生互所有人看清楚，只有完全顺服的人，才会当得到上帝欢喜。
才是上帝所疼的囝儿。因为伊亲自，耶稣也亲自赏赐，互咱全人类的一块永远的遮羞布是啥物？就是伊家己的性命啦。咱基督徒的遮羞布就是耶稣基督。兄弟姊妹，咱是要去倒位才会当闪避上帝的面？这是伫咱的心中，咱敢有在拍算？敢有在想一寡淡薄就好？敢有在拍算一寡无合伫上帝心意的代志？还是在拍算要安怎和上帝讨价还价？有一寡代志，其实上帝已经讲啊，已经讲啊真清楚，也讲啊真明白，总是咱心头对上帝要求甲命令，是毋是淡薄无明啊？咱绝对毋通容忍迄个妖异的白插，伫家己的内心一直在放大，一直在扩大。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咱的心头就要了定。毋茫咱拢会当脱离遐个假设，会当毋免完全顺服的白插话。毋茫咱拢会当坚定回应上帝的呼召，诚做永生一生未受到动摇的基督徒。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圣的话语赏赐互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借着你将一切无合伫你心意的念头显明出来，搁使阮肝命快乐、定心奋起。主，阮实在是愿阮会当哪来哪倚靠你，毋是倚靠家己的聪明。所想所做，拢会当照你的心意，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恳求信心帮赞，愿咱的祈祷、仰望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吟回应的诗462首，圣诗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活命圣经铭记，无人捌主，无人知做，恩典明明。
请坐，奉献，请东江来说法。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请献开周报来呀。第一项，咱为着本主日的讲道的信息来感谢上帝，愿主的圣神感动常常伫咱的心内，也愿咱拢会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第二，为着机体欠安的陈经主、刘慧英、陈王南、林湘耀、洪甘基、陈德明、刘秋敏、陈丽水、吴怡梅、陈美芝、陈秀荣、杜娇、林怡诺小朋友、郭道朴、黄建如、陈义利、陈义君、张兆明，咱为着以上这的吼，还佫有下面伫福建的，就是陈兆明、王树军、刘惠忠、肖家明，甲萧元兄的遗族，吼，咱为着这来代祷。第三，为着台湾各地方政府的首长，甲内阁顺利的交换交接，愿所有的公仆拢会当用起初的心来行公义、护人民、心存谦卑。请咱为着这个三甲开声来祈祷。
天父上帝，愿感谢你，常常用你真理的话教示阮、启示阮，互阮通常常伫遐有警醒，提醒家己的机会。主啊，我的始祖亚当夏娃所犯的，至到今仔日，互人类你所创造看做好的人类，甲你来过长，至到负责人就经历生产的痛苦，大部人就肝脑毛面才通食。主虽望是安尼，还阁你听阮告诫，你还阁用你家己的圣子主耶稣来为阮赎罪，互阮通甲你搁好，互阮通继续领受你的祝福甲恩典。天父，阮感谢你，求你圣神常常伫阮的中间，伫阮的心内做感动的工作，互阮也会晓回应你所对阮的呼召，甲你所要教示阮的。愿阮的一生拢为着荣耀主来活。特别上帝教会中间有身体欠安、心神肉体软者的、福建中的，主你拢知影。天父，阮逐人拢为着因的祈祷，求主你阿罗听阮恳求的声，帮助因心神勇健，身体渐渐健康，通继续努力来跑走主你为阮备办的道路。阮的国家经历最多的事，无论是疫情、经济，所有的这变动，主啊，感谢你悠然听阮这个祷事，听阮所徛起的这个土地。主求你帮助阮，互所有执政、掌权的这个官员，因通恢复因起初的心，亲像米迦书所讲，行公义、好人民，心存谦卑，甲上帝相合同行。主，阮感谢你，但阮伫这个时阵，逐人有声无声的祈祷，阮相信上帝你拢听去了，照你的心意来行。阮也要参加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请咱看内页第3页的所在。教会消息，第一项，本主日爱餐了后，要进行全教会的年终的这个大饼扫吼，要搁拆除这圣诞的砖塔布置，请清扫区域的负责人、各部部长也是各团体会长，留注意伫教会的迄个公告吼，咱的公告内底议员有吼，咱的群组内底也有公告，请咱各负责的人带领会友共同来完成扫除的大饼扫的工作，请会友会拄好，那尽量会当留落来，爱餐了后尽量留落来，三个伫遐来穿年终的大饼扫。第二，各团契会计，请将2022年年度的决算甲数目来交伫10月15以前交互干事，通做查销委员通来查销吼。第三，各团契会长请负责将合会手册资料，就是2022年的施工报告
也甲2023年的时间计划，也个财务报表，伫1月15号以前来交干事来会请，通校对编印会咱好会手册。第四，为着符合会计师的认证的标准，咱本堂的奉献的登录方式，采取个人独立奉献，也是用编号，请大家配合。另外，奉献的登录照是要核实啦吼，若是要用编号的，请干事来登记。第五，教会有准备新春的春联通互咱会友来使用。原则上啦吼，原则上一户啦，一户领出一张就好吼。伫咱的下骹柜台的所在有准备好势，会后请通来家己伫遐来因为我有选拢做有8种的迄个内底的文，迄个圣经的经节，也是迄个祝福的话语吼。所以你通不过，因为是8种的时阵，所以一种敢若10张尔的吼。所以大概先选你介意的啦吼，就摕1张一户1张。第六，2023年第1季新安宫读经的手册已经送到位，请咱到1楼的所在自由来索取。团契消息，本周日上午9点45到11点15吼，即马咱新的金色团契的聚会方式啦吼，已经伫4楼伫聚会。咱议员为着咱安尼会改变，金色团契会改变吼，来祈祷求主带领吼。即个年长的，咱会当日就来夹伫咱的少年团契内面，在因中壮的吼，中年的才会夫妇因通伫遐参加即个新的方式的金色团契聚会。第2项，正月14到15拜六，就是拜迄个14、15啦吼，拜六礼拜。圣乐队的年度退休会，地点伫新竹的尖石乡的打里松林温泉度假村，要伫遐退休会，所以迄日圣乐队会无伫咧，献诗的诗，可能就爱请有无吼，咱迄天就是袂当献诗吼。好，来具体消息，咱会记得吼，后礼拜3，正月11。后礼拜3早起是10点，伫二滨至善厅的讲2楼，至善餐厅2楼吼，来举行淑苑乡的告别式。火化了后，要伫安葬伫台北朱文园。若要参加告别式，也是要参加安葬礼拜，咱请到1楼登记，安尼互双家通好准备。奉献的名册就伫这个所在，若有啥物？无清楚，则过去来订正，请牧师补充。牧师补充一项，就是义节牧师伊特别交代，牧师来大家请安啦吼，因为伊即马确诊嘛，顶礼拜确诊就2条线，毋过伊今日早起迄个线吼，另外1条线。淡薄剩淡薄啊吼，无明啦，无明，总是还阁有啦。我想讲要过年吼，大家嘛是较细致较好啦吼，所以我就讲你今日会较乖的吼，踮伫咧厝诶吼看直播，总是伊足少年大家，伊无限大家拍一个招呼，规身躯拢无爽快啦吼，所以就是伫遮特别代替伊个牧师对大家真。很想念大家啊，很想念大家，也很想念跟大家一起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怀大家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是在这边义节牧师就代替他来跟大家问候请安，嗨，义兄。歹势吼，拄则咱大队中间身体欠安尼，无念着伊个牧师请咱议员为伊个牧师特别好迄个疫情的代志吼来祈祷。好，来，咱来吟上迎。圣诗508首，圣诗508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夫妻，甲帮赞，互恁众人伫主的面前，拢会当坚定无动摇，为着荣耀主的来活，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到散会。